呢間嘢真係好食嘅，OK 嘅啊，俾你睇晒。嗱，開放式廚房。啊，完全係開放式嘅廚房。調味區。下單了。走，小猪肉到。真係開放式嘅。我早就說了嘛，那不是你看会儿里面菜單，那個羊肉等於要，然後羊肉點完個等於豬就不要了吧？好食，同埋佢有真係。可以睇到好乾淨，冇問題。喺大陸真係好少揾到。